為何沿途仍是冷漠圍牆？即使火車已擦過各界土壤，得不到關心，得不到真心，即使可走遍世界到處一樣。何時何人同樣靠着門牆，伴我說說笑笑過了多少晚上？車聲的節奏，窗邊的世界，遠去了永遠也講不上。如像半年前決裂時，慢慢讓他身影散失路上。眼前人往事情，仿似消失於異鄉。如像我逐日遠行前，望着大地後退的方向，因今天我要狠狠擺脫這